那你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周建清专属。是我害死了我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把它扔了。不行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留着这个东西，只会让你不断地提醒你自己，不能犯任何的错误，所以你的问题才会越来越严重。我必须记得，当年该死的应该是我。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活着，我是，你妈妈也是。我想，你哥哥如果在天有灵的话，他也会这么想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不是我的签名吗？这是我小时候的魔方。你怎么哭了？因为玩具好难，根本拼不出一个颜色。我试试。给你。哇，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你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超人。想不到，这魔方居然是我送给你的。其实，我本来没想送给你的，但你哥哥当时跟我说，你玩魔方时比以前自信多了。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魔方，但我觉得它更适合你。本来我送你那个魔方是想让你更自信、更阳光的，结果没想到却给你带来那么大的负担，还害你拖出一堆的心理疾病。早知道就不送给你了。既然这一切都是你所造成的，那你就要负责。那我要怎么负责啊？要一直陪着我，不许离开我，宠我、疼我、爱我，心里只有我。好啊，那你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，周建清专属。所以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不准不开心。好，那你现在让我开心一下。